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贾博士。今日是4月11礼拜5，今日真歹势哦，早起哦，因为伫台北市有一个演讲吼，所以即马甲大家来说明咱未来天气的重点。当然拜5咱阁会来看一寡地区气候的部分。今日真重要，咱要来看今年梅雨的这个预测。先来看重点同款明仔拜六暗时会受到一波锋面的通过，爱注意咱有局部的这个雷阵雨发生的这个机会，这雷阵雨发生的机会的时间可能有较强的这个阵风提醒咱的好朋友爱特别注意，明仔暗时开始啦这个礼拜即天咱受到这个锋面后壁这个东北季风所以这个礼拜咱桃园以北甲宜兰遮温度有较明显的这个降低。当然咱一直甲逐个好朋友提醒讲，10号甲12号台东拢有火烧风发生的机会。昨昏台东已经有火烧风，明仔嘛是台东的朋友爱注意，同款有局部的火烧风发生伊这火烧风发生的时间，温度会掠悬起来，这个湿度嘛会降甲真低。另外好消息就讲，咱后礼拜一14号开始，一直到17号，大致上咱的天气算讲拢真稳定。大家好朋友真关心今年梅雨的这个条件当时会较好呢。即摆看起来可能伫5月26到6月初10这个期间，比较起来比咱气候开始的时间有较晚。当然咱梅雨的这个资料咱伫未来这个资料来讲，咱拢会随时来做这上新资料这个更新啦所以按照安尼看，咱即摆看起来5月份咱这个雨水比较较少的机会是较悬。来看雨水的部分咱倒手边11到15主要是因为咱12遮有一波锋面的影响所以差不多桃园甲彰化这附近爱注意有较大这个雷阵雨发生的这个机会。咱中这两天16到20主要是咱这个西北风这个天气较济啦咱14、15、16、17这几天是较好天，18开始呢，这西北风就较明显啦。咱即摆看起来较尾期遮21到25开始有机会阁受到这个锋面水汽的这个影响，这后壁资料咱一步一步来看。台北站未来这2礼拜这个雨水甲温度的部分，同款咱明仔就是暗时明仔暗时阁受到这锋面的影响，有局部这个雷阵雨发生，特别是咱头先讲过这桃园以南甲彰化这附近这暗时的时间，所以咱尾暗开始可能感觉就变天可能嘛有一阵风会较大。咱14到17算讲天气较稳定，但是咱这14，咱礼拜即天13即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甲宜兰这个降温有较明显这温度降低差不多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二的透早了后呢，温度就慢慢回升咱的好朋友嘛通看到17了后呢，咱大致上是西北风这个天气当然较尾期遮可能阁有一寡锋面影响的机会。地区气候部分咱顶面是顶回资料，下面是今日看到资料啦咱算讲咱4月底到5月初即摆看起来雨水较少一直看到咱5月22大致上可能是西北风的这个天气是较明显梅雨方面的这个系统看起来还未开始啦，当时才会开始，咱就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伫后壁咱的好朋友常看到，咱第一个爱看就讲球仔色西南风咱这个差不多伫这个12、13才有一波这个西南风啦另外就是讲21、22遮这西南风了后会结束咱看梅雨咱来看红色甲蓝色，红色甲蓝色这两条线爱拢伫这个零直线以上即摆看起来可能伫5月底5月26一直到6月初10这个期间看起来可能较有机会当然这是咱今年第一届来看这梅雨的环境第一届这个预测咱就是伫未来开始未来内底咱拢会甲大家好朋友来看这个预测敢有一寡变化所以咱的好朋友先爱特别注意我这边提供给大家好朋友的这个资料所以咱今日重点来讲算讲咱明仔台东赶快爱注意有火烧风发生的机会中昼了后咱是山区有一寡零散的短暂雨啦，但是暗时开始受到锋面通过影响，各地变做受局部的短暂阵雨是雷雨咱桃园甲彰化遮注意可能局部雨较大当然伊发生这个雷雨是阵雨这个时间可能风嘛会较透
咱礼拜即工就受到东北季风诶影响，中昼进前台中以南诶山区、高雄、屏东、甲宜兰花莲、台东，佫有局部诶短暂雨，但是中昼了后呢，咱诶雨慢慢会停落来。后礼拜14号甲17号，咱是中昼了后山区较侪云。18号咱是中昼了后桃园以北、南投以北诶山区有局部诶短暂雨，宜兰花莲、台东诶山区嘛是一寡零散短暂雨。后礼拜拜六甲礼拜嘛是西北风少天气拜六后礼拜六19号，咱是中昼了后彰化以北有局部诶短暂雨。咱礼拜即工后礼拜20，咱中昼进前咧，新竹甲高雄以及宜兰有局部诶短暂雨。中昼了后是桃园以北有一寡零散诶短暂雨。咱21号共款是中昼了后各地有零散诶短暂雨。梅雨即马看起来较晚5月26甲6月70即个期间较有机会。当然咱一包一包来看，所以即马看起来5月份即个雨水比较较少诶机会是较悬，提供互咱诶好朋友做参考。提醒咱诶好朋友，明仔载暗时所以差不多尾仔开始北部才开始云会较侪开始会有变天诶即个感觉。暗时锋面接近咱各地就变做局部诶短暂阵是雷雨爱注意即个雨看起来桃园甲彰化遮可能有较大咱诶好朋友爱特别注意。最后嘛，祝咱诶好朋友今日工课顺时平安以外咱共款周末假期愉快。